摄影杆为什么不接我？嗯。那你要补偿一下吗？现在。好吃。不知道。似乎看到你们有在牵手。哦，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在回忆，不知道、不清楚、不了解，谢谢。你有信心你不会掉下去吗？看你的对吧？对啊。来，我这样对我好无心哦，我好害怕，害怕。哦，记得都直接跟。不要再。现在不太方便的。